来，即嘛是第二段吼。第二段咱来看一下吼。第一阶段甲第二阶段比较吼，我拄仔讲到苹果的滋味，甲国语政策，阁有台湾华语、台湾闽南语，当然阁有啥？我看起头好啊。当然阁有啥？当然阁有番我母语运动的迄一寡台湾客家话的创作人。推测的母语，因个就是台湾客家话，这就是台湾家己创作的，这绝对现代创作。番我母语运动了后，四冠腔，即个腔互界定出来，就是台湾客家话，会上标准的台湾客家话。迄是啥物？台湾is Hakka. Okay, there must be one accent. Totally Taiwanese, localized. Totalement localisé, c'est né à Taïwan. Qu'est-ce que c'est? C'est le Hakka taïwanais. OK， 就我要宣传这个台湾市县话，台湾客家语市县话，市县方言，这个是台湾创的，为什么？你们去查一下，好。俺唔讲啊哦，你迄台湾创作的东西啊、意念啊哦，台湾自家请转来啊。好，过来，莫去问我讲为什么我要讲客话吼。好，过来，第一阶段，因为遮学的啦，嘛是伫咧大安区学的啦。好啦，好，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就是这两个吼。国语政策，所以讲国语政策有啥物？伊嘛伤着外省人啦，吼。苹果的滋味，那个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嘛，吼。苹果的滋味，迄从苹果的滋味，迄就是上好的例啦，吼。过来，这是啥？哎哟，夭寿落落，歹势。这落落哦，落落我嘛中意哦，吼。因为我咧做干胶，咧靠腰的时阵，嘛想上家己啦，吼。这上我今仔日就是来东区摕即个日本产的，吼，日本也是上高产电器，毋管是伊是啥物年代，T 三角的耳机内面是啥？免线的耳机，无适合录音，所以讲我想我是接即个有线的吼，有时较适合录音。拄则咧听的时阵，一边录，一边充电，一边听，我就用这个。哦，即摆咧录音的时阵，我就用这个吼，两种串做伙，无名咱录音。啊，即个无仔是啥物？即个无仔是韩国的，所以讲有日本嘛有韩国，啊有外省嘛有内省，嘛内省有本省，有外省嘛有本省，有原住民无？咱伫原住民的所在，啥物拢是原住民啊，吼。所以迄叫啥物叫土生啊？即马像毋是土生啊，你嘛是土生啊，我嘛土生啊，大家拢是土生啊。为什么叫做大家拢土生啊？要讲土，吼，我即马后壁拼的这啥物？这上土啦，伊上土啦。台湾舞团，吼，去查看觅下这是啥物？小拿村的小拿的舞团，因的进行因的精神。要给挖转来的迄个创作力量，就是台湾舞团，应该规个讲换起来吼。好，啊，族群永远讲袂完啦，已经讲4分钟过啊。我即摆继续来读个第4节，第一阶段甲第二阶段的比较。好，第一，拢是单语的市民政策，拢讲是国语政策。吼，所以讲我无爱讲国语即个词，爱讲啥物华语，因为国语甲国语政策有关系。好，大样啦，咱来街路原顶翕的，去大安森林公园领翕无啊？歹势啊，讲啊伤大声。